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保守眷顾我们经过一个礼拜。那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恳求您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特别恳求您帮助我们排除掉一切你所不喜悦在我们里面，一切你所不喜悦的事物，让我们可以专心敬虔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每一次与你亲近的时候，我们就用热切的心领受你的话。在每一次与你亲近的时候，我们就用渴慕的灵来思想你的话语，并且透过你的话语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更新改变的力量。求主差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帮助我们来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你所有不喜悦的事物，让我们单单属于你，单单敬拜你。我们特别将今天早上服侍的众同工全然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亲自赐福带领保守。无论是司琴司会，或者是带领敬拜传讲信息，主你都与我们同在。借着我们手所做的工，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领受福气，并且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你手中。我们在今天第3场聚会之后，要举行会员和会，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透过会员和会来检讨，来思想过去您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领的恩典，并且看出你在未来期许我们要如何进行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保守眷顾这个会员和会。我们同时将我们的教会所有的专职的同工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团队，让这个团队真正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特别将我们心爱的国家台湾交托在你手中，求你赐福保守眷顾。在疫情尚未完全平息之前，让我们心中也充满平安。特别恳求您兴起台湾的众教会，让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能做更多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邀请各位从座位上站立，让我们一起合一敬拜，称颂主的名。我们一起拍手。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我们请姐妹来唱，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我们一起唱，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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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掌声都归给我们的主，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敬拜主。是的，主，我们在你的殿中来呼求你的名，我们将焦点转向你，透过诗歌，我们以赞美与感谢的祭，邀请主你与我们在这个礼拜天同在。主，你的爱长阔高深，你使我们有指望，你使我们不孤单。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需要你。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使我洁净。耶稣，你如此爱我，为我流汗血，付上代价。耶稣，你如此爱我。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使我洁净。耶稣，你如此爱我，为我流汗血，付上代价。当我看不见，你开启我
切有一天将过去，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我邀请各位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为我们付上代价。那么深刻的爱，在我们的苦难与软弱中，更让我们领受到主的恩典，也因着主的能力，使我们得以完全。即便因为疫情暂停了圣餐，但我们一样纪念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与帮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摆上我们全心，让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献上我们的灵，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你的宝座前，在你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荣耀永远属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先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先认识你。我们献上我们的心，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渴慕你，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你。即使在患难中，我们知道主你已经为我们开道路。愿我们的敬拜成为你馨香的火祭。我们的祷告不完全，我们就用主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此刻我们要来攻读圣经
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4章36节到5章11节，请我们打开手中的圣经，一起来读。《使徒行传》4章36节到5章11节，现在翻译本在192页。有一个出生在塞浦路斯的利未人，名叫约瑟，使徒们叫他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就是鼓励者。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块田地，把钱拿来交给使徒。另外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一些田产，他留下一部分钱，把剩下的交给使徒。这时他的妻子也同意。彼得对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让撒旦控制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把卖田产所得来的钱留下一部分呢？田产没有卖出是你的，卖了以后钱也是你的，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上帝。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倒下去，死了。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害怕。有些年轻人进来，把他的尸体裹起来，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个钟头，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彼得对他说：告诉我，你们卖田产的钱都在这里吗？他回答：是的，都在这里。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串通来试探主的灵呢？你看，埋葬你丈夫的人就在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立刻倒在彼得脚前，死了。那些年轻人进来，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把他抬出去，葬在他旁边，她丈夫的旁边。全教会和其他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害怕。以上，愿神祝福听他的话又按他旨意去行的人。今天的信息是巴拿巴奉献的态度，由我们蔡主任牧师来传讲信息。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圣经人物，叫做巴拿巴。我们要用几个礼拜的时间，透过巴拿巴他的生命态度来做学习。我们今天在第3场结束之后，我们也要召开会员和会。会员和会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那牧师是期待大家我们的会员都能够留下来参加。但是如果你真的时间上不允许的话，拜托大家等一下结束之后，一定要在外面跟我们的干事请假，让会员和会可以顺利的进行。那在开始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常常透过圣经当中的人物，成为我们生命的典范，透过他们生命当中的特质，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合您心意的生命。求主此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可以看清楚你要我们明白的真理，也透过你圣灵的浇灌，让我们充满力量，把你的话语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首先因为我们第3场要会员和会，所以牧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来的教示。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就是这2年来我们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在实体聚会上面的确我们的人数下降许多。我们来看2020年的时候，我们休息了，有暂停实体礼拜5个礼拜。那我们一直到我的观察是一直到年底我们才恢复到大约90%的人回来。那
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平均人数是800多人哈。那去年我们一共暂停实体的礼拜一共5个多月哈，所以这个影响更大了哈。那但是去年的恢复比较快哈，因为我们去年接着有几个比较大型的教会的活动啊，比如说长子的改选等等这些哈。那我们也是一直到去年的年底，也大概只有8-9成的人啊回复到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看这一个图表的下方哈，有一个我们那个线上聚会的人数哈。所以，如果你把它线上聚会人数不是它累积的人数，而是就是我们在礼拜的同时直播的观察的人，就是跟我们一起共同礼拜的人数，把它合并起来哈，大概其实我们的人数上面没有减少哈，但是其实疫情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哈，特别是实体聚会的影响哈，那这点我们要放在祷告当中，希望今年度哈。疫情不至于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影响疫情的影响也影响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宣教的部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的这个受洗的人数显然有比较下降那这个当然我们都要做各方面的检讨哈。其实疫情这个非常时期也是一个传福音很重要的时期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来分享福音那第3个图表我们会发现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去年我们的奉献反倒是增加了反倒是增加，而且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最高的那个就是我们去年的奉献但是奉献的多寡很重要但是其实奉献正确的态度更重要。所以今天牧师要把焦点集中在巴拿巴这个人所带给我们的奉献的意义，因为奉献其实跟奉献的多寡并不是有实质的相关，反倒跟我们奉献的态度有很大的关联。所以牧师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巴拿巴在使徒行传第11章24节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有坚强的信心，于是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我们发现说当然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常常在社会当中会说某某人是个好人这都是从人的角度去判断。但是圣经他在判断人是不一样的在圣经当中被判断做好人的人其实不多新约被判断做好人的巴拿巴巴拿巴是个好人他好在哪里是我们要去研究的他被圣灵充满，他有坚强的信心，最重要的是有许多人因为他信了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常常分享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信徒他是一个活动的讲台，大家可以透过他的生命就好像在宣讲福音一样，这是最重要的那所以我们要透过巴拿巴的生命来学习我们要用几周的时间来学习他生命的特质。这个巴拿巴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是他的外号，他原本的名字叫做约瑟，那人家称他巴拿巴。巴拿巴牧师曾经跟大家讲过圣经里面这个人名当中如果前面有一个巴的，就是什么人的儿子，对不对那巴拿巴意思是拿巴的儿子那其实拿巴的儿子的意思就是他是劝慰子所以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译作劝慰子，其实就是一个安慰者，是一个鼓励者所以我们透过他的外号，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人格特质他是一个很会安慰人，很会鼓励人，很会劝勉别人的人。那圣经说他是利未人出生在居比路居比路现在中译本翻译作塞浦路斯那他是利未人那他
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告诉我们，我们待会会来看。那巴拿巴他也被称作是使徒，因为他跟保罗一起在外邦做很美好的宣教工作。我们接着就要来看巴拿巴他的奉献的特质，来学习他奉献的功课。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当中有许多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自愿将自己的财物奉献给教会，甚至有些人把他的田地把他的产业变卖掉，然后把变卖的钱交给使徒。交给使徒的目的是要使徒照着众人的需要去分配，让缺乏的可以得到供应。因此当时的教会大大的得到上帝的祝福。那巴拿巴也是其中之一了。那圣经很特别，就是单单把巴拿巴的名字提出来显然是巴拿巴的奉献是讨神喜悦的。那巴拿巴他是利未人这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依据圣经申命记的记载利未人他是不可能有田地田产的因为利未人在他们的兄弟当中是无分无业的，唯一的产业就是耶和华，他们是要在圣殿当中在会幕当中去服侍上帝的，所以他们没有产业那为什么巴拿巴这个利未人他会有产业那当然这是因为摩西时代的规定，但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慢慢分散到世界各地，有些当时圣殿没有了圣殿在圣殿专职的工作利未人也没有了，所以有些利未人便渐渐累积他的产业他的田产，但是巴拿巴最后把它变卖了，把它献出来。在巴拿巴奉献的同时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也有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跟撒非拉，他们同样也有奉献，但是却得不到上帝的喜悦，甚至因此失掉他们的生命。所以其实同样是奉献我们发现奉献的态度，因为奉献态度的差别导致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来学习一定要一起来学习。好，首先在讲奉献的态度牧师要跟大家讲几种错误的奉献态度因为常常有些人奉献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态度，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要陷入这种错误的态度。奉献可以让上帝喜悦，但是我们看到亚拿尼亚的奉献却使他失去生命。那到底要用什么态度来奉献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首先来看几个错误的观念。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些人奉献的态度好像是在交税了，好像把上帝当作税吏一样我们的奉献就是一个交税，反正每个月每个礼拜我们就是来教会交税那为什么要交税呢？因为教会有缺乏，上帝有缺乏，所以我们才奉献。其实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上帝怎么会缺乏呢？我们如果看历代记上29章第10节到第14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大卫为了建圣殿要预备材料，所以他就请百姓来为上帝的殿来奉献，结果大家都乐意献上，那募到了所需要的材料之后所罗门才能够建圣殿。那大卫看到大家都奉献他就怎样？他就赞美上帝。他赞美上帝当中有一句话说：上帝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大卫非常清楚，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我们只是拿出一部分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来做上帝的事工的利用，不是施舍给上帝，不是向上帝缴税，这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所以你不要说每个礼拜我们就是来教会缴税，不是这样子的
上帝没有缺乏，上帝是富有的上帝。那第二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认为奉献金钱就已足够啊。有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说啊，我来教会就是尽义务啊，国民应尽的义务就是缴税，那我只要奉献金钱就够了啊。那这个错误是在于，他以为自己可以用钱来代替其他所必要奉献的事物，也就是这些人其实还可以奉献其他上帝给他的恩赐，但是他只愿意奉献最简单的金钱。我们的奉献要包含金钱、时间、才能，这些都是上帝的给予，我们必要奉献。我们在唱奉献完之后，我们在教会的礼拜奉献金钱完之后，我们都会唱圣诗306首，对不对？我们都会唱第4节而已，对不对？我们会说我的钱财献给你啊，然后就是好像奉献就奉献钱财而已。如果你仔细的去唱，从第1节唱到第5节，你才会发现说，这一段奉献的诗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全人的奉献，我们的手要奉献，我们的脚要奉献，我们的声音要奉献，我们的嘴唇要奉献，我们的全人都要奉献，因为它都是来自上帝的给予，来自上帝的恩典。我们应该把这些都回应给上帝。这是第2个错误。第3个错误是有些人想要用奉献来换取祝福。有些人常常听人家说奉献越多祝福越多，其实他们是误解这句话，他们以为上帝的祝福是可以用奉献来换取的。如果用这种心态来奉献，是藐视上帝的祝福。请大家注意，用这种心态来奉献是藐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是白白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才愿意给我们。上帝不是我们用奉献可以贿赂的。圣经当中在使徒行传第8章记载着一个人，叫做行邪术的西门，他叫做西门，他原本是行邪术的，后来执事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他接受了福音，因为他发现腓力大有能力了，然后他也听从了福音。那后来使徒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有人接受了福音，就派彼得跟约翰到了他们那里去。那彼得跟约翰一到那边去之后，就替他们按手祷告。按手祷告之后，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圣灵。结果这个西门看到了，哇，他觉得这个使徒们这么有能力，他也想要得到这种能力，但是他想用不法的手段得到能力，他就拿了一笔钱给彼得，跟彼得说，那我这笔钱给你，然后请你把这个能力也给我，使我替谁按手，谁就领受圣灵。他以为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彼得对他说，你跟你的金钱一起灭亡吧，你居然妄想用钱买上帝的恩赐。所以如果你奉献，你认为你奉献越多，上帝的祝福会越多，想要用奉献去换取祝福的话，这完全是错误的心态。我们之所以可以奉献，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如果存着换取祝福的态度来奉献，上帝一定不喜悦。那第4个就是亚拿尼亚跟撒非拉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奉献是想要沽名钓誉，想要炫耀自己。他们这对夫妇，他们选门徒也把田产卖掉，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全部都奉献出来，所以他们悄悄的留一些在身边，然后告诉大家说他们的田产全部都卖掉了，钱也全部都奉献出来。结果被彼得识破，当场被圣灵击杀。这是非常可怕的结果。因为亚拿尼亚这对夫妇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想假借奉献的名义
来沽名钓誉，他们不是真心奉献的人。这对比巴拿巴的无私提醒我们不要做这些伪善的人。在圣经当中，耶稣的教训一再的提醒我们，所有宗教上的行为都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能用作是一种标榜或是炫耀的工具。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书的第6章，你会发现耶稣讲3件事情：施舍、祷告跟禁食。这3件宗教的行动、宗教的活动，耶稣说你们都要在暗中进行。其实不是只是这些行动要单单只能在暗中进行，而是说这些行动是我们跟上帝私人的关系，不能拿来做一种炫耀的工具。同样，奉献也是一样，奉献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要拿来做炫耀自己、沽名钓誉的工具。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既然这些错误的态度，那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呢？首先，奉献的第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要诚心诚意。圣经当中，巴拿巴的奉献跟亚拿尼亚的奉献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巴拿巴是诚心诚意的奉献，奉献是表明我们对上帝呼召的回应，是在回应上帝对我们慈爱的感谢。我们要理解，上帝是一个富有丰富的上帝，所以我们无论奉献多少，都不能想用我们的奉献来博得上帝的喜悦。唯能使上帝接纳我们的奉献的，就是我们真诚的内心啊。真诚的内心比你奉献的多少更重要。这种真诚的内心不是一般人看得出来，我们一般人都看这个人奉献多少嘛，对不对？但是上帝知道，上帝深深知道我们内心所思想的一切，这是我们参与教会信仰生活奉献应该注意的地方。所以只有自己心甘乐意的奉献，才能得到主的喜欢。这一点我们也要特别理解，要诚心诚意的奉献。那既然诚心诚意，有些人就会问牧师，到底多少是诚心诚意？特别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读到了一段经文，就是在马拉基书的第3章第10节，他这样说：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在这边我们好像得到了一个11奉献的教训，而且这11奉献是当纳的，那感觉上是我们就是应该要奉献1/10。但是其实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也鼓励我们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当然保罗在这边其实不是完全在讲奉献的事啊，他是在讲捐助，去救助那些贫穷需要的人。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引申过来，他也是在讲说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管理我们的金钱。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到底要奉献1/10，要奉献多少上帝才会喜悦？是奉献1/10呢，还是只要我奉献的甘心乐意就可以？我甘心乐意的奉献1%，是不是上帝也会喜爱？其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1/10的律法来看。根据旧约的圣经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最先提到11奉献的，并不是在摩西的律法，它不是规定在律法当中，它是起源于他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跟雅各。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14章的记载，亚伯拉罕在接受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之后，他就从他拯救罗德时所获得的战利品当中拿1/10献给麦基洗德，表示他的感谢。
如果照创世纪28章的记载，雅各在伯特利梦见耶和华的使者后，他就许了一个愿。许愿的最后一句，他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都还没有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是摩西之后才产生的。那亚伯拉罕跟雅各的11奉献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他们的奉献并不是当时有什么规定，而是一个完全自动自发的行动。11奉献的具体行动乃是要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才有详细的规定，在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跟雅各的时候还没有，所以我们明白11奉献绝对不是一个律法，而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其实人一切的所有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要理解，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要献上一切，他只要求人献上出手的之果，作为奉献一切的代表。所以11奉献并不是一个繁重的重担，他期望的是人怀着感恩之心向上帝献上礼物。这个行动其实是代表人对上帝的顺服跟依靠。我们要明白，上帝国的算术是不一样的。奉献是一个信仰的表现，这个信仰的表现不是看数据的，也不是看轻重或是多寡的。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在圣殿前看人家奉献，他看到一个寡妇奉献2个小钱，其他人有一些人奉献很多钱，但是耶稣说，这奉献2个小钱的寡妇是奉献最多的。因为上帝国的算术不是看数目，而是看人内心。如果我们愿意顺服跟依靠，必蒙上帝的悦纳。好，那奉献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接下来牧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甘心乐意。奉献是对上帝的感恩，是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若是怕别人知道我们奉献多少，或为难或作假，那么所献的无论多少都失去意义。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向谁的要求也大。奉献的多寡是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重视的是上帝的看法，不是人的看法。再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圣经所说的奉献绝对不是金钱而已，这刚才跟大家讲过了。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1到2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应当将自己献上，不论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都要分别的献上。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奉献的人生，这才是真实的奉献。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跟大家讲，有一天我们都必须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不可能对上帝夸口说，主啊，我奉献了多少，我做了什么。上帝为我们做的太多了，我们回应的真的太少了，我们会成为一个知恩不报的人。所以牧师要劝勉大家，趁着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尽力的来做，将你自己献上来荣耀上帝。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学习奉献的功课。主啊，恳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明白奉献的意义，并且照着你所教导的，我们献上我们自己，让你使用。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好，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今天在这个礼拜当中去思想奉献的意义。继续。牧师要鼓励大家，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你愿意用这种心态来活出奉献的意义，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祷告。感谢赞美主。好，放下。好，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遭遇到一些困境，我们身体也许有病痛，或是我们的亲人生病，或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这时候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者会在你旁边为你祷告。好，我们中间这边有姐妹，我们请协助一下。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或是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无法突破的难关，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其他的人，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对上帝说：主啊，我愿意将我自己献上，求你悦纳，求你保守。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那么样的长阔高深。主，我们领受您这样的恩典，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除去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求主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引导，让我们
真正能够合乎你所喜悦的器皿，让你使用我们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特别将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求主引导保守，也将内心充满忧虑有烦恼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亲自带领保守。有病痛的求主医治，有忧伤的求主安慰，求主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充满恩典，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凭着我们的信心奔行天路。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预备心来奉献。起立，一起来祷告。至高的神，万军的耶和华，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赏赐的恩典够我们用。此刻我们将我们的金钱献上，求主来使用，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这地的祝福。孩子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这时候我要来报告，请我们大家翻开周报第4页。本会定于本主日第3场礼拜后，在10楼礼拜堂召开2021年度的定期会员合会，请在籍的会员留步参加。第二，肢体关怀，本会会有严珠令长老的母亲严陈之美长老妈于2月5日安息主怀，已经于2月12日礼拜六在屏东的东港基督教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也请大家来为他的家族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
请我们翻开周报第6页，台语罗马字班就是牛埔庄的消息已经开始了。罗马字的时间是3月5号到6月25号，14堂课，请我们注意来报名参加。如果想要学习台语的人，能够尽量去学。以上报告。我们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牧养代祷跟大家平安。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那牧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待会第3场礼拜结束之后，我们的会员合会要召开，那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关心教会的各项事务。那如果你真的有事情没有办法参加，请待会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请假。那这是牧师的提醒。那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我们尽量从前面2个门出去。